来看这里。不好意思啊。哪里人再说？先生这边。完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回去取肯定来不及了。不行，我得找个人跟进去。就他了。不好意思啊，那个，要姐涵豆掉了。哎，等一下，领结有些歪，不好意思。要看这里，对，在那边。要想要看一下，谢谢。好的，请进。我跟他一起的。好久不见了。上一次会议上次对不起啊。这个你关系硬啊，这个得你来操。啊，刚才把您认成我朋友了，不好意思啊。什么样的朋友，第一次见面就要投怀送抱呢？那就是一个意外。你好。来看这里。经常来这种 party 啊？怎么？想学啊？哎，你好，上次我采访过您，你还记得吗？那你和我说说，谢谢谢谢。你看我是做什么的？你身上的衣服看不出品牌，但品味不错。不喜欢与人交流，而是喜欢在暗中观察。应该性格是一个严肃严谨的人，想必应该是一个海归或者公司的高层领导吧。厉害厉害。那个人呢？那个人就是这次 party 的主办人 Alex 先生。哦，他就是 Alex。没想到他是一个资深的动漫迷。动漫迷。他的袖扣和领扣用的都是Jump50周年的限量款，而这个活动已经过去2年了，他还带着他们出来出席活动，真的很资深。观察的真仔细，谢谢您啊。希望你不要太蠢。